今日即个平安，新春恭喜，真欢喜！咱伫旧历年头一天开始的时阵，咱就来到圣殿伫遮敬拜阿罗上帝，也领受上帝规年度的祝福。咱真欢喜吼！今日可能有真侪咱久毋捌看到的亲友兄弟姊妹拢倒来到伫咱中间，来，咱来串联圣诗382首，大家真熟的诗歌，带咱大家来吟诗。 咱吟第1节到第6节就好。第1节，带咱大家来吟诗。 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乐，今仔天路着及时，今仔天路着去特赞，福音真理大进步，日日靠主健康心，今仔天路无。 千古偏向我最是，千古偏向我最是。咱过来看152首，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咱这首其实是顶礼拜日咱拄拄吟煞尔吼。今日同款是这首，会记得就是第3节第2谱表的所在。 灾灵你所分，唔通唱你所分，吼，你所分。好，来，咱来依原吟第1节、第5节。来，第1节，我来调起你救赎我。 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把受苦痛，我一切关路，就你来逃亡。第5节，拄起你我。 阿瑞无望，地主的阳光，所心无空空，救赎愿和平，安全甲确信，伫你的开朗，互阮永坚信。 请咱批判心来礼拜。上帝的百姓要踮伫平安的体、安稳的厝、
清静休困的所在。耶和华也要常常引带你，伫空闲的时，互你心满意足，骨头臃肿。你要亲像管鸭的园，搁亲像流袂干的水泉。上帝要管顾你，对年头到年尾。咱要吟诗来学了上帝，请咱掀开圣诗382首，圣诗382首。等咱大家来吟诗，请咱起立。咱游玩徛地，咱要来共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斗阵来共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课英文，请咱掀开圣诗的后壁面。圣诗的后壁面，课英文11篇。圣诗的后壁面，课英文11篇。我来刻，请恁来印。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伊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
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和乐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名允我来拯救我。所以我要求要学罗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所以我对约旦的地甲黑门，也对米撒的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深烟三角叫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拢引捌我。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眠是伊予我唱歌，来救赏赐我活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啥事袂记得我？我写书因为对敌的压迫，由问来行。我的对着支持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罗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为着今天美好的早晨，我们献上感谢。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要尊主为大，带着喜悦的心来到圣殿敬拜赞美你。我们为着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无论是面对顺境或逆境，处处都有你的帮助、扶持、保守、看顾、带领与祝福。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心中所留下各样不愉快、不舒服、受伤、抱怨或志得意满的情绪，求主都从我们心中一一挪去。也求主帮助我们，将过去一年的挫折、沮丧、失望全献在祭坛上，并能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好叫天上诸般的喜乐、平安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重新得力，大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一生蒙福的秘诀就是每天被神引导。因此，我们把开春第一天分别出来献给神，求主保守我们，安排时间来亲近你，默想你的话，并且寻求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和旨意。求主祝福今天的敬拜，让你的话使软弱的变刚强，贫困的变富足，束缚的得释放，病痛的得医治，忧伤的有喜乐，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举起站立起来。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听见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作为，经历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而得着真正的平安、盼望、喜乐、富足在我们的生命中。父神，你的话语一解开，让听的人都得着祝福，让我们因着敬拜，在单纯、谦卑、温柔的心中来领受，而得着赏赐。亲爱的父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存谦卑的心来敬拜赞美你，也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今天敞开心来领受主你要在我们心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求主带领我们再来的这一年都蒙主你的恩待。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班要带咱来学了，
学老的时，我是着学老主性命，着学老主性命。着学老主性命，主予咱新的活命。着学老主性命。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请咱掀开圣经《哥林多后书》。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周报的后壁面嘛有。哥林多后书第5章，咱要为16节看到19节。我来读，请咱斟酌来听。所以对答以后，阮无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阁安尼捌伊。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这个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
无搁追求因的罪过，搁将这个好好的信息交托阮。今天是何堂，我用华语再来念一遍，请我们注意来听《哥林多后书》5章16到19节。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他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愿听上帝的话又信他的人都得到祝福。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新春新活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我们跟左右邻居恭喜恭喜来啊！恭喜恭喜！我们同心来祷告，愿习在永在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你，愿你的圣灵亲自激动他们。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力量。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新春对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比那个19876543的迎接新的一年还要更重视。因为这一天，世上在各地打拼的家人总会不辞辛劳的，牧师。住在金门，这阵子的飞机票真的可以说用抢的，抢了你可能还抢不到，或者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你回不去，那可能你就要去台中坐交通船，坐船现在比较快了，坐船10个小时就会到金门了，很快，10个小时啊！以前在金门当过兵的知道，阿兵哥从金门到台湾是要坐2天1夜的船啊。我们回到家里面，为了就是在围炉，昨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家里我们都有围炉，享受那美好跟甘甜。其实最主要就是说，跟家人说我还活着，我有平安呐、你看到我，代表我还有平安。今年因为疫情的因素，让许多远在国外的亲人没办法回来台湾，甚至我们知道，在台湾目前有上千人在隔离当中。也没办法跟亲朋好友来团聚。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但是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就如同生命中许多的意外，在过年前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倒个垃圾不小心就跌倒，骑个脚踏车也不小心也会跌倒，许许多多的意外，甚至在未来有许多的无常。我们看到昨天的新闻，很多地方都有酒驾的、出车祸的，很多的无常如影随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其实非常的不安。牧师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寻找那个亮光跟盼望。新春新活命，相信有上帝同在，我们可以勇敢的出埃及，我们可以勇敢的经历旷野的考验，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流来隐秘的迦南地。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咱做会了。今天的经文5章16节，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会读2节经文呐。在新春第一天，我们弟兄姐妹读经文，来5章16节，我们用华语一起读好了。来，请。来认识人，纵使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识。今天经文的背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的五都一样。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他去开拓中经济能力最好的一间教会，但从圣经知道，它也是最吝啬的一间教会，而且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社会上有的，教会里面也有，分党结派、欺骗、贪婪、争权夺利，以至于这个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混乱。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让保罗非常的头痛，以至于保罗他透过书信，要教导他们什么才是真正基督的真理。哥林多教会其实的困境一直都是信仰跟生活这个当中有很大的落差。其实这也不是我们21世纪的教会常常要面对到的问题吗？信仰跟我们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常常有时很两难。我们信了，但是我们常常行不出来。礼拜天真的一定要来教会吗？牧师，我上班好累好累哦。奉献，钱是我自己赚的，我要存钱，我要买车买房，我很多的生涯规划，一定要奉献吗？教会因为对真理的认识不深，常常是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好像是两个可以分开的个体，没有关联。我母会的牧师，正线的牧师，大家都很熟啊，大家也很喜欢听他的讲道。对我分享他来牧会的经验。他说他们有一次要召开小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小会的组成都是长老，长老基本在信仰上面是大家学习的对象。但其中有一位小会员对郑牧师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将信仰放在一边。郑牧师说他傻眼了，很重要，所以我们等一下把信仰放在一边。我们就是信仰团体，我们的开会就是信仰，我们可以将信仰放一边，那这样我们和世界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教会看似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面，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人得救被呼召进入教会，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啊。要成为基督徒，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一节牧师33岁成为基督徒，在33岁大概有20-30年，几乎我从来没有进入过教会，我也没有听过有人邀请我到教会。所以要进入教会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都如羊怎么样，爱偏行己路，走自己想走的路。也因为这样，我们的教会里面更不应该如社会般有阶级之分啊。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头，我们彼此不过互为肢体。这个牧师在有一篇讲道片也讲过了，肢体没有分大小，只是功能上面不一样而已。可是如果当我们将社会的世俗带入教会里面，社会上的价值观就是什么？就是有阶级的，就是有强弱之分的。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带到教会里面的运作，那教会不乱才怪。又或者我们依然用世俗传统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学历差，我比不上别人。或者是我们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如经文所说的，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来认识人。华语说按照人来认识人，
台语翻译的也更好，就是用人的标准来认识人。因为我们人常常按着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肉体的行为思考，我们常常想到的只是什么？只是此刻跟今生啊。我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我又可以紧紧抓住什么？以至于我们看人的角度，其实我们是受限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以你自己的立场，或者是你的学经历、你的知道的主观去看待别人？我在社青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绝对不会用我跟志梅牧师从33岁被呼召之后那个热忱信主的热忱、积极来要求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是我们两个自己被所呼召的一个生命。我们不会以我们知道的或者我们懂的去攻击别人不知道、别人不懂的。如果我们就像我们平地人常常用异样眼光看原住民，就是什么？原住民就是爱喝酒，或者说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你怎么连台语都不会讲？那可能另外一边说啊，你华语也没有讲得很标准，或者说我都可以，你怎么可以不行呢？或者在信仰上说，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祷告不够用力啊，你祈祷不够力啦，才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啊。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如社会般一样，用学经历、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他可以不可以。我们如同鱼活在水中，不知道身上是湿的啊。就好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的洗脸盆的水是很通畅的吗？还是你现在的洗脸盆的水是慢慢在流的，很久才流得下去？啊，牧师来用问卷调查，你的洗脸盆，你现在每天在洗脸那个地方哦，是会慢慢流下去，还是很快？慢慢流的请举手一下，流很快的请举手一下。哎，其他人呢？牧师前阵子哈，我的洗脸盆哈，我自己用在牧师馆主卧室里面洗脸盆哦，前阵子流得很慢，为什么流得很慢？堵塞了。我们明明知道堵塞，可是我已经花了好久，就是前几天我才去把它通了，把整个水管拆掉，哎呦，很恐怖哦。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会不知不觉，我们会习惯你的洗脸盆就是慢的，就是慢的。面对世界的罪恶跟诱惑攻击我们，我们也如同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的，不是吗？我们只能防守、补漏洞，而罪恶的传染力其实比新冠病毒更强大。几千年来，它早已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啊。纵然你信了耶稣，来到教会，但是因为我们轻忽那个罪性的力量的威力，我们始终没办法得到很全然的平安啊。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不是吗？对于种种意外的发生、不如意发生、无常的攻击，我们还是常常用人的思维模式在面对。真倒霉，怎么事情会发生？事情发生了，我们怪东怪西，甚至我们怪上帝没有保守我就离开教会，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得到全新的活命啊！那你全无法度活出全新的活命啊，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请。罪恶它虽然可怕，
但是他却有一个害怕他的东西，他害怕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罪性让我们人陷入如同在黑暗当中，但是基督是光啊。我们都知道，有光的地方，黑暗什么？黑暗就不见了。不是真的有黑暗，只是那个地方没有光啊，那个地方没有光。感谢主，这是一个好消息。上帝透过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每个人归向他。正确的说，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上帝用他怜悯的爱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从罪恶当中，从深渊当中，从黑暗当中，从感染重症当中被救起来。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这么说：基督徒想要领受一切来自上帝祝福的方式，不是你努力做任何的事情，而是要先在基督里。透过圣灵赐下信心，让我们可以领受在基督里面有双重的恩典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双重的恩典才会坐在这边。当我们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将经历我们的罪怎么样？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了，我们这个罪人竟然可以被上帝来接纳。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再跟牧师讲说，牧师我不配，上帝都已经赦免你，上帝接纳你的恩典。接下来的恩典是上帝将引领我们过圣洁的恩典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将脱胎换骨，我们将拥有强大的免疫能力，来抵挡世上数不尽的病毒的攻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旧的都将变成新的了。如同约翰福音15章5节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5章5节就是在基督里的概念。当我们连接于耶稣，不离开耶稣的时候，就能结出果子，找到新的生命啊！我们被呼召来到这个基督的学校，教会如同学校一样。我们如果只是当基督徒，其实是还不够的。我们要当一位尽责的门徒啊！唯有门徒，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用台语来讲，做基督徒，做也基督徒。我们要当门徒啊！当一个尽责的门徒，才能结出果子出来啊！弟兄姐妹可能问牧师，什么叫做门徒？牧师引用神学院的老师庄信德牧师，他曾经这么简单诠释什么叫门徒。大家听哦，门徒就是说耶稣所做的，做耶稣所说的。门徒是一个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他的生命当中只有想到以基督为生命。我说耶稣所做的，我做耶稣所说的，其他的都不是我要的。就如同一个学徒，他看着师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师父说什么，他没有怀疑，他一定会就去做了。牧师再说一次，我们生命的免疫能力的来源只有耶稣。我想这边有很多的长辈经历生命当中的起起伏伏。生命的来源，免疫能力不是世界上你看到强大的东西，绝对不是房子，绝对不是钱财，不是股票，也绝对不会是地位，更绝对不是权力啊！更不是我们自以为牢靠的亲情啊！
大难临头的时候，这些都救不了我们。最后，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啊！早期以色列信仰团体，他们会失败，会被掳，国家会灭亡，他们就是轻忽啊！轻忽什么？轻忽罪跟偶像的威力。轻忽什么？轻忽就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罪恶的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病毒强太多了。它衍生出来的变种病毒啊，非常的多，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面，就在你我的中间一直在扩散，可能就是透过你在扩散。保罗在2000多年前，透过罗马书第1章28节对我们提醒。牧师来读罗马书1章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保罗说，继续说，有人毁谤的人，背后说人坏话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制造是非的，言而无信的，无情无义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事的人该死，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赞同别人去做。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神判定染上这些病毒的人死刑。牧师期盼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警醒，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信仰强大的防疫系统。上帝给建成的意象，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委身学习服事。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维持彼此相爱。牧师知道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是帮我们一点一滴在建立我们信仰的免疫力啊。当我们越投入在主里面，生命的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就不容易让以上的病毒来侵入啊。甚至面对我们未来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意外、无常的攻击，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当我们这样的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被影响，不会被病毒侵入，我们这棵生命树会结出满满的果子啊。如同今天的经文5章18节到19节，上帝借着基督让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重新被建立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将用这新的生命去跟人和好啊。我们一直很努力想要跟人和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先和好，我们没办法去跟人和好。经文说，我们如同上帝的使者，我们如同和平使者，我们在传递什么？在基督里这个好消息啊！我们要去告诉世上人说，在基督里面就有防护，在世界上一切的意外、无常的攻击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啊！而这爱的能力将成为我们新年新的盼望，将做咱新年新的活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每当我们在世上面对生命当中许多的意外的来临，面对许多无常的攻击，我们常常显得毫无能力来对抗。求神在新的一年，你的慈神爱所紧紧地抓住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的日子当中，努力成为主的门徒，一辈子成为主的器皿，为主发光。同心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来吟诗圣诗152首，请咱掀开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备办心来奉献。
咱起立。请坐。咱来看周报，请咱为几项事来代祷。请咱为咱的机体，即马咧调养的陈金主、刘慧英、陈王兰、雷水兄、薛英姐、洪甘基、石玲玲姐、陈美芝、雷辉姐、惠中兄、信雄兄、惠良兄、秀荣、义梅、柳娇以及遗诺小朋友，咱嘛为着即马咧化疗的毅力，搁下个月要生的罗心如，搁即马咧福建的周明、世军、姚明兄、甲妹妹，甲千惠的爸爸。季牧师开会，搁有外耳炎小朋友赖盛燕，咱为因来祈祷。咱嘛为着新的一年靠主刚强壮大，无惊吓来祈祷。因为咱无论去倒落，上帝拢要甲咱同行。咱嘛为着全球防疫的政策、台湾本土的疫情以及各级政府伫疫情中的布局。求主来保护掌管，咱为遮个事项，以及为咱家己所要祈祷的来祈祷。与我们同在，赐平安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年假中，可以得着充分的休息，重新充电。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在过年期间有好的作息，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返乡及外出旅游的出入都得平安。还需要在过年期间工作的，有神的陪伴，求主赐给他们喜乐的心。我们用爱来互相代祷，用代祷来关心身心灵欠安的肢体、教会各样事工，我们的社会、国家及世界，求主怜悯、看顾、保守跟祝福。我们要一起同声，我嘛要当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行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互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这条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我报告煞，咱才来介绍。咧介绍的中间，我爱请武农长老你伫3楼好毋好？因为这玻璃反光，较停介绍时，我可能无看到清楚。你协助我，安尼好无？多谢你。来。
咱来看周报，今仔日是初一，咱举行新春请谢礼拜，咱恭祝大家新年快乐，祝运满溢。教会特别有准备金具的红包，咱若礼拜四的时落去，要转去的时会记得甲牧师领。咱今年的金具是为咱去年咱读经的进度遐摕出来的金具。我想常常记伫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咱的宝贝，嘛是咱生活的准钱。咱若照信上帝的话来行，都无毋对啊！吼。后来新春期间聚会公告，1月31日到2月初5团契聚会拢暂停。初六就是2月初6，礼拜日主日礼拜咱照常举行。礼拜的时间是上午9点半，咱嘛是合堂，吼。咧2月20日，咱要举行今年度第1届圣礼典，若要受洗的兄弟姊妹，也是要更新礼兄弟姊妹，牧师来报名，咱通方便来安排相关的事宜。请咱大家准备心，甲主来同齐祷。礼拜日2月20日，主后咱要召开好会，进行各部今年度的事工报告，甲明年度、今年的报告甲计划，请会友踊跃来参加，来关心教会的发展。咱即摆疫情较紧张，所以呢，请咱会友、咱兄弟姊妹爱来遵守配合。本来咱过年拢会准备柑仔啦、糖仔饼伫楼骹，互咱大家来分享，也是讲大家来交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都无安尼准备。咱会牧师妈有准备雪 Q 饼，咱有准备细包细包的糖仔饼、祝福的饼。你若会需要的时阵，咱落去的时阵会使摕。咱若进入教会的时阵，会记得戴口罩，搁配合实联制。咱入来的时阵，咱的招待嘛有甲咱点名，嘛有写伫遐，喷酒精，搁来就是较重要，咱伫教会禁止啉食，若是有接触感染的挂入的，请咱爱做好家己的管理，居家隔离。来团契的消息，2月25日，北中乡里部要举行新春野外礼拜，地点伫大溪公园，费用是700块。报名的人，请伫2月14日以前来报名。2月27下晡1点，金色团契要聚会，新春踏青，爱的人嘛到楼骹来报名。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然后登台会家来订正。这时我来介绍，美金姐，美金姐，美金姐想要走咱先来甲介绍。美金姐，好来，咱来泡泡啊！美金姐，伊是一个真好的大姐，伊有带来王兰姐的问候。王兰姐虽然伊身躯的关系无法度来甲咱同聚会，毋过伊足关心咱，搁支持咱，好，我们也把祝福带给王兰姐，带阮大家的祝福甲请安，互王兰姐，好，谢谢。好，我即是为牧师这边，即我的正手边来介绍，就为牧师的家庭开始。知梅牧师，来，义杰牧师、知梅牧师、子瑜、子群、子爱，有因伫楼顶，知梅牧师伫遮，来，咱熟悉一下。牧师嘛。对，搁牧师嘛。咱为什么安尼介绍咧？因为过年的时阵，咱有足侪个兄弟回转去故乡，嘛有咱的兄弟转来，也是咱的人客来甲咱做礼拜。咱互相熟悉，互相请安。伫主的内面，咱是一家伙嘛，好来，搁来换遮就是迄个，即个我毋捌。魏长老。魏长老你捌？故意的啦，魏长老，搁
个咱的指挥新会节，嘿，再来阿和长老、文和长老，啊，伊的家属甲伊的妹妹内关，搁我干名。好，欢迎上帝祝福。来，语言太语言，阿静，好。好，过来是咱的指挥，咱过来指挥美玲。嘿，上帝祝福。过来后壁是武专牧师。好，欢迎。武专牧师，欢迎。今仔日咱毋知有看到交代的。个服侍，就是今仔日牧师安排，就是阮兜，吼囡仔拢出来，有大巴肚的新妇、新妇嘛伫遐大厅，吼。阮中长老的家属，来，好，多谢。过来爱介绍第一摆来参加礼拜，是阮的亲家，吼罗教授。嘿，好来，就是新妇的爸爸妈妈甲伊的两个妹妹甲弟弟，好，请坐。好，过来进宅兄。好，来进宅。进宅兄，缘投的啦，吼，伊内裤带同水哦，好，进宅兄，进宅兄隔壁，是单林含咱较早真听咱，搁咱敬听林含这后生甲新妇，好来欢迎。谢谢，吼，甲伊的后生查某囝，道宝兄的家属，好。玲玲。玲玲，而家吼，爱广告一个无？广告这边这个爱无？若有缘投的、水的、好的，请甲阮介绍一下。好，过来，田凤兄，春琪姐，好，上帝祝福。好啦，后壁姓雄兄，我发较大声，伊无听。姓雄兄，有家属哇。阿寿来呢，雅各，那雅各也有来吼，这个是太太吗？不是。是吗？对。是。对。哇，恭喜恭喜，好，在后面是周洋，给考啊，好来，嘿，欢迎你们，谢谢。好，来过来我倒手边，云姐。那看云云姐转过来，轻盈哦，身材加真好，哇！搁无偌久，你搁看到伊，你会无熟悉，少年10岁。佳明，好来，那个佳明的妹妹，还有弟弟家军辅员。辅员你即摆加较缘投哦，个少年。哟，对哦。嘿，消瘦了哈，好来，玉玉，我们漂亮的玉玉，有健康的问题可以请教，饮食的问题可以请教。好，过来，俊秀姐，倩如今天资源4班，好，这个小过了，好，咱来单张了。单长乐，这边长乐，单长乐来，欢迎，有，好，翁哥，淑慧姐，好，定信，好，过来是咱的三嫂，哇，三嫂，进行后，好。还有在楼上的哈，楼上。还有楼上哦，他的小孩、孙子都在楼上，好。过来是佩莲姐，好，佩莲姐，好，佩莲姐爱家己坐车来这个所在，我想讲，今仔日应该袂来，搁有来看，再去看到伊真欢喜，上帝祝福你。
过来是邱敏姐，还邱敏姐，邱敏姐。哦，邱敏姐，逐工拢会来捷运站这个所在运动，上帝祝福你。好，过来3楼，因为玻璃的反光我比较看不清楚，我也一样从右边。是知君吗？哦，知君因为戴口罩，所以不戴。知君还有先生、小孩吗？汉阳，哇，我知道，好，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欢迎。来，上帝祝福你们。好，过来后边，我的。好，赵明跟小朋友，西西跟豆豆今天好乖哦，从头到尾都很乖，聆听神的话。好，上帝祝福你们，新年恭喜。再来，钟情，好，钟情，小雨、小光，好，上帝祝福你们。好，后面是 Kevin， 还有昭明。燕皮有燕皮吗？是吗？好，上帝祝福你们，新年恭喜。简教授，还简教授。好，在音控哈。音控哈，好。都介绍完了吗？后面是吗？好，谢谢乌龙丢了的合作。好。好，上帝祝福咱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有得到上帝新的祝福。老师有补充无？拄则你带到中间吼，咱大家应该有注意有跳过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凯华执事的舅舅谢东初已经蒙主恩召了，蒙主恩召，好，以上。好。上营信息514首，上营514首，打马线花求主赐福，吟诗线领受祝福。上快乐，大家的人情爱付出，我的魂对主卡步，对主卡步，对主卡步，经过旷野主传路，因更冠冕归主圣上，充满心志免惊吓。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伫新的一年，伫基督的内底过得胜的生活，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
有了。互你的喜乐，你的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互你充满心心平安。上帝真正疼你到永远，已经经帮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我心内为你来祈祷。我从你就好你。灭倒避讳。今天是大年初一，祝福大家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喜乐，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感受到上帝丰盛的慈爱和恩典。